有真侪住伫社区大楼的民众拢会加装一个铁门，不过高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了后，政府甲这8层以上的大楼必须爱办公安检查申报，禁止民众家己装铁门。这铁门拍开的范围也袂当甲安全梯的空间顶塔，违规者上济会当罚到30万。社区徛计是定看到加装铁门，定是为着要防贼啊。但即马若公安检查有消防安全的疑虑，就要拆除，这嘛互民众是感觉真不满。多一道关卡，多一道好嘛。那万一你只有一个门比较好打开啊，那你外面还有一层，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。你说逃生只要这个楼梯不要放东西啊就可以了啊。就伫2021年高雄城中城的大火了后，中央今年公告讲爱办公安检查申报，只要伫1981年以后，8楼以上、16楼以下的社区大楼，开向楼梯平台门线的回转半径，袂当含安全梯也是楼梯跨度的回转半径相高，若违反上悬会当罚30万，而且会当连续处罚。另外，伫楼梯若放私人的物件，即嘛拢总爱剔除，申报频率是3年一摆。当你的铁门打开的时候，直接在楼梯间的梯级旁边的那种，在楼梯里头那种双拼的，直接出来就是个梯级那一种，可能影响比较大，会被要求改善。但是在走廊那一种是没有关系的。在进行安检的时候，通常会先通知住户的这个社区的管委会，那管委会就会个别通知住户，所以很多住户就会在消防安检期间呢，先把那个鞋柜先收进到室内，那等到消防安检经过之后呢，再把鞋柜拿到室外来，这样好像就有点变成说啊，这流于形式。营建署强调讲，检查申报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民众入去到楼梯的空间避难的时阵，导线的动线会当维持安全、佮顺，而且无任何阻挡的物件。关键就伫咧这对外口开防贼仔的铁门，敢会妨碍到楼梯的避难，这是检查的重点。另外，走廊毋是主体的公安检查项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